今仔日特算盘要带大家参考，这是想要芳铁饭碗找头路，又有机会国营事业要招人。经济部公布11月，中油、台电、台水、台糖4大国营事业要招考职员，名额拢总1219个。其中咱看到台电要招的人上介济，拢总660个。薪水的部分，因为去年公务人员起薪水起3%，这一届薪水嘛加起差不多1000块。今年薪水台水上介济，拢总39820块，挖4万块。另外，台电、中油38000，台糖37000。想要芳铁饭碗，恐惊嘛无遮尔简单，因为为往年看起来，录取率差不多6%尔。去年较悬一丝啊，提悬到7.51%。排电线拼第一，或者是有关嘅电梯啦，大家遮尔拼命，拢是为着要考入去国营事业。今日人才部教嘛，为着要改善人力，经济部公布年度招考，一声就要招1219个新人，包括中油494人、台电660人、台糖22人、台水43人，其中台电招上侪人，薪水37000到39000，年底奖金上侪够4.4个月。4万块对我来说薪水是高的。的起薪的话，其实4万块是算高的。会向往，毕竟是稳定的薪水，然后可能也可以长期的做这样。油、电、糖、水做伙招人，其中机械甲电机的人才上欠，另外行政人员等嘛拢有缺。国营事业人力的替换，经济部调较紧的，因为刷落来会有真侪人退休，预估未来3年爱补5000人，5年来爱超过7000人，人才会有够。婴儿潮世代的大量退离啊，我们早就已经预估啊，会慢慢进入到退休的高峰期。公司因为各职组直系什么样的工作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都需要，所以大概分为技术跟管理2类。薪水低、福利好，虽望4大国营事业2018年平均的录取率创下过去上悬的纪录，不过也是干那7.51%尔。想要考入去，恐惊嘛无遐尔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